自己家的家事，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呢？不就是当模特吗？我也可以。你当什么模特呀？好呀，反正我们也缺人，尹总要是来帮忙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去换衣服吧。一会儿见。哎，等一下。干嘛呀，尹思成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干什么？他领带歪了，我给他调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下一个要拍的是我，要整理也应该是帮我整理吧。尹思成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工作，你不可以胡闹啊。顾西西，我可是你老公。暂时的。尹总，可以就位了，这边。去吧。看镜头啊！哎，不是，李思成，你那个眼神，你是要杀死谁吗？我要拍一种可爱，然后活泼阳光少年那种感觉，很难吗？李思成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说这可爱的表情很难吗？你就这样，这样。顾西西，你不是说要当模特的吗？那你要配合呀。喵。算了，他这个千年冰川脸应该是拍不出那种感觉了。道具老师帮他拿一瓶可乐吧。这样啊，你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在疯狂的跑步，特别热的夏天，你已经跑了3公里了，然后特别累，特别热，热的都不行了，然后你还特别的渴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有人递给了你一瓶又冰又凉的可乐，你迫不及待的把它打开。哎，李思成，哎呀，你这让我怎么办啊？不是，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，我不会责怪你的。这可乐又没溅我脸上，我头发应该也没乱吧？谁担心你了？我是在说我这个衬衫怎么办？这是我在这里唯一一件手工衬衫，你这上面都溅上可乐渍了。不是，你想，我跑了3000米，又渴又累，突然间有这么一瓶冰可乐，那我肯定啪就这么一下子打得特别厉害，广告都这么演。是，你是帅了，那我衬衫怎么办？陪我。又想骗我钱？想栽赃？多学几年。李思成，你是人吗？你得赔我钱呀你！